看了那个黑色的舞衣啊，看了现场的点点滴滴，都是就觉得这个人好像没走。哎，真的实在很难，实在很难接受这个事情。那刘真，我觉得她的才华不止让她的生命很精彩哦，因为她很多其他人的生命因此而精彩。他稍微消瘦了一点，人有点恍神了，我觉得这难免的，很舍不得了。我觉得其实做了那边一切还是很不太真实，不太相信这个是真的。看了那个黑色的舞衣啊，看了现场的点点滴滴，都是就觉得这个人好像没走。哎，真的实在很难。实在很难接受这个事情，希望兴隆能够好好站起来了，哦，不要受到打击。我觉得刘真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哈，能够有兴隆这样子的一个爱她的老公，一路陪着她。我觉得刚才我也跟兴隆聊了一下，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人的生命的长度不是我们能控制的，但是我们尽量把它活得精彩。那刘真，我觉得她的才华不止让她的生命很精彩哦，因为她很多其他人的生命因此而精彩。我应该是她教过最笨的学生之一了啊。所以其实回想起来，以前她教我跳舞的时候，她真的每一次都是又好气又好笑。我觉得我们永远记得她可爱的那一面。好，那兴隆真的很坚强。我觉得刘真很幸运啊，有兴隆这样的老公，而且兴隆，接下来他还有其他的责任，那我觉得他会按照刘真的意思继续把他们的女儿照顾好。我觉得这个是兴隆最伟大的地方。刘真在所有人的心目当中，永远都是最美的那个样子。因为我一直记得我们那时候，他是我们录《快乐有够证》，那是一个法律高教剧，他是主持剧。那是一个用短剧的方式呈现，那我想那也是小珍大概第一次尝试，在短剧方面的演出。你会发现，不管任何角色，他都能够演出就是那么漂亮的样子。那有时候编剧会在里面会编一些，跟舞蹈有关系的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小珍这是无人能及的强项。所以，如果要是剧里面有舞蹈的角色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她不只是漂亮，她突然之间就像一只凤凰飞出来一样，你那时候才知道什么叫永远的国标女王。那谢谢小珍留给大家这么美好的回忆。